天越变越惨。是你改变了陆氏的命运，是你让我们化险为夷了。这叫天不助人，人自助。你，陆氏，李云，我像是重新认识了这个时代，重新认识了什么是战争，还有战争带来的伤痛。对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，我似乎都无权妄加评价。我们回家看看吧。家，我们的家。